华民国各界1月23号上午在台北市中华体育馆举行庆祝自由日11周年纪念大会。谷正纲呼吁加紧摧毁铁幕运动。行政院长严家淦、古巴前总统乌鲁蒂、美国众议员汤姆森等都在大会中发表演说，呼吁自由世界摧毁铁幕政权。大会表扬卓著功绩的反共义士何应明、刘正伦、蔡明、林克忠、邹振基、方火泰等6人，由谷正纲氏颁赠每人金牌1面。